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呢個廣告呢個產品放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用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我哋先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一分鐘嘅海量數據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 ，Google 搜尋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發出2億封郵件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我哋點可以借助到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器為我哋帶嚟商機？我哋試一個關鍵詞 Mobile Marketing Benefit， 佢帶嚟嘅關聯搜尋個數據係319萬，首6位都係我哋為客戶做今年要做嘅排位，依家仲係保持喺度，3個月啦，整3個月，依家都保持喺度。大家可以睇到 Video Marketing 嗰個優勢，在於佢 YouTube 呢個平台個權威係全球排名第3嘅網站 ，Google 係佢嗰個關聯企業。喺咁嘅情況之下 ，Google 一定係將 YouTube 相關嘅內容帶到嚟呢邊，同時佢帶過嚟個過程，佢係要了解到人喺搜尋嘅過程，睇到呢個信息同佢依家呢個關鍵詞有冇關聯，係經過調查。佢個信息先會走到過嚟。我哋再睇一下喺 video 個頁面，基本上左邊嘅自然排位俾我哋霸佔晒，情況都係一樣。競價廣告多咗，情況都係一樣。競價廣告多咗。第4頁、第5頁喺呢度證明咗一樣嘢，今日廣告主嘅投放亦係轉移咗去視頻呢邊，因為佢理解到。今日嘅消費者，佢哋嘅知情權好大，佢要搜尋一個關鍵詞，佢希望得到嗰個關鍵詞嘅相關內容、相關嘅信息。冇一個媒體可以代替到 video。今日我哋要借助互聯網，確確實實 video 係一個好有優勢嘅工具，令到我哋嘅產品喺海外嘅客戶直接可以透過視頻、透過互聯網找到你，讓你嘅產品喺你嘅客戶面前展示出嚟，我哋就借助呢個視頻，就可以將我哋個產品360度全方位透視俾我哋嘅消費群體知，讓我哋喺行業裏面嘅知名度大大增加。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我哋今日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，佢係一個免費視頻平台，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個廣告視頻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，讓大家個廣告或者視頻直接喺你個觀眾喺你個消費群裏面展示。同時，觀眾亦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，就可以直接觀看你個視頻、呢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即管同我哋聯絡一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，喺香港工業總會培訓中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嘅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報名參加，亦可以向香港工業總會諮詢一下。多謝大家。